主后2024年7月2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中式求问，心门向前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历代志上卷第10章第1节到14节。非利士人甲以色列人伫基利波山交战，以色列人死真侪，战败逃走。非利士人追入扫罗甲伊遐个囝，杀死扫罗3个囝，约拿单、阿比拿达甲麦基舒亚。扫罗受到猛烈的攻击，伊互射箭的人发现，射着，受伤真伤重。扫罗甲替伊举军旗的侍卫讲：背刀甲我插死，才免我互这个无受割礼的人凌辱。迄个侍卫毋敢，因为伊真惊。扫罗就用刀拍落去，家己插死。迄个侍卫看到扫罗已经死，嘛拍落去，家己插死。安尼，扫罗甲伊3个囝拢死，全家灭亡。伫亚述列山谷迄边的以色列人看到因的军队已经逃走，扫罗甲伊的囝嘛拢战死，就放城逃走。非利士人就来占遐个城，伫遐徛起。隔日，非利士人来拔战死的人的物件，看到扫罗甲伊的囝死伫基利波山，就拔扫罗的军服，摕伊的头壳甲剑甲，派人去非利士达所在，将即个消息报互因的偶像甲人民知。因将扫罗的剑甲下伫因神明的庙内，将伊的头壳吊伫内滚的庙。基列的雅比人听到非利士人对扫罗所做的代志，因的勇士拢起来，将扫罗甲伊的囝的身尸带去雅比，将因的骨骸葬伫雅比的上树骹，禁食7日。安尼，扫罗死，因为伊背叛上主，无守上主的命令，去找红姨求伊指点，无找求上主，所以上主甲伊杀死，将王位交互亚西的囝大毕。中式求问，心门向前。要塑造生命共同体，人需要对记录中重新诠释故事，用理性分析、检采会当清楚解释事情的原委，却无度产生震动。讲理简单，会当诚侪整理过去的教材，但是故事会当带领人有见未来，互人伫讲甲听的互动中，心存愿望，心门向前。以色列人受掠巴比伦真侪年以后，当新一代转去到巴勒斯坦，因口中的应允之地，故乡早就已经变成做异乡。面对生分的风土和在地住民的排斥，因再度感受流亡异地的滋味。这个新世代要安怎才会当坚持上帝的呼召，行过无友善的环境？历代志作者为因讲述以色列传奇人物大毕的故事。作者若像无啥想要谈论扫罗，却不得不讲论伊，因为伊是以色列政治体制上王国开始的代表。作者并无用王的身份称呼扫罗，简单讲述非利士人攻打以色列，扫罗受拍败、逃亡、受追击、中箭、重伤，为了避免受辱自杀。
这段简短的记叙，未事无起头，就直接进入悲剧性的结局。索罗陷入伫恶魔甲深蓝海之间的两难抉择。毋过，不论选倒一边，拢无机会得救。对照《撒母耳记》上卷31章1到13节，共一段的记叙，历代志作者特别加写一段评论，带回归者因新眼光重新诠释。索罗会死，毋单单是无言的结局，也是悲壮的牺牲。反倒转是伊对上帝不忠，因为伊背叛上主，无守上主的命令，去找红姨，求伊指点，无找求上主，所以上主甲伊杀死。索罗背弃上帝的结局，互故事继续有下落。毋单单是有视犹太诸王的命运，也诠释以色列人受掠的原因。这诠释互回归甲悔改的读者警惕：尽管生命捌失败受辱，但是既然得到再起的机会，就要重视重新面对人生。对索罗的故事，通看到人若失去对上帝的忠实，就会丧失判断力，看袂到伊的引带，就世界求问其他势力，以求确定感。本段经文讲到求问，迄笔的文通常甲对象指向上帝。伫遮作者刻意点出，索罗求问死人的灵，甲伊当作生命无败，希望得到指引。因为安尼，上帝击杀索罗，甲王位另外传互大毕。安尼的评论传达出一个信息：作为领导者，必须负责任，重视伫上帝托付的信念，佮将这个信念毫无妥协，一路讲清楚、讲明白。领导者对所宣告的信念，若袂当坚持，伊就无法度遵行体制，无法度忠于家己甲军队伊的谈判。若要简单，只会屈从权力甲势力，陷入孤单无助，失去判断力，到尾袂芳坠落。日想，人生的判断力对倒位来？我的执行力对倒位来？我是毋是伫一切所行，拢用上帝旨意做依归，互伊引带我行正路？人生的判断力对倒位来？我的执行力对倒位来？我是毋是伫一切所行，拢用上帝旨意做依归，互伊引带我行正路？咱来祈祷。主上帝，愿你帮助我忠实伫你的命令，会当真实悔改信靠你。我唯一的愿望就是甲起初的信心确实坚持到落尾，通好互最后所载临的时，通得进入你的国。靠最后所叫我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